電燈膽。今日我哋要玩嘅都市傳說。咁我哋今日玩嘅都市傳說咧，叫做嚟自電獄。屌你緊張啊！驚我。咁呢個都市傳說咧係嚟自你一次。OK。咁我哋呢個都市傳說咧係玩嚟自地獄嘅電話啦。咁呢個都市傳說咧係講緊嚟自日本民間流傳嘅傳說咧，話即係據說咧有一個電話咧係可以打通俾死去嘅親人啦。咁有幾組電話可以打嘅，咁我哋而家就實測一下，睇下呢個電話係咪真係打通啦。咁呢個都市傳說咧係要12點鐘過咗12點鐘去玩嘅，咁而家就12點12分啦。咁我哋就試下啦，總共有9組電話嘅，我哋先打第一組，12個零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。你所打嘅電話號碼未有登記，請查清楚再打過啦。係唔通？第一個打唔通，第二個4個零。4個零。錯再打過啦，現金撥打都係嘅電話號碼。未有登記。第三個8個零。3、4。所打嘅電話號碼未有登記，請查清楚再打過啦。現金撥打嘅都係得。4個4。電話號碼唔正確，唔正確請查清楚後再試過啦。現金撥打嘅電話號碼因為唔夠8個啦嘛。超起晒雞皮，起晒雞皮啊！真係唔知點解。8個4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你所打嘅電話號碼未有登記。我每打一個電話咧，我雞皮都豎起咗一次。唔 OK 啊！14個4，下一個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。14個4。你所打嘅電話號碼未有登記，請查清楚再打過啦。現金撥打。都係唔通。跟住就係41、41、41、41、41。 5個41。呢個下一個。你所打嘅電話號碼未有登記，請查清楚再打過啦。剩低2個啫，分別係9個7同7個9。1、2、3、4、5、7、8、9。通咗喎！哇！真係起晒雞皮喎，真係。哎呀！屌你我緊哇！竟然通咗！哇塞！唔係喎，我上網睇呢個係冇，好多人都話唔通喎，實驗唔到喎。呢個實驗唔到。 9個7。9個7打。竟然係打通咗，但我唔敢接我哋，我係即刻 cut 咗線嘅。但係通咗嘅係9個7呢個 number，仲有一個咁打，仲有一個。剩低個7個9。哇！唔係嗰時我真係起晒雞皮，我成個頭咧有啲麻晒而家。我心係跳得好快，我心係跳得好快。我唔知啊。算啦，剩低個唔好打啦。而家我哋嘅 camman 咧應該都好驚啊！呢個，即係而家唔係得我哋2個喺間屋度，而家我哋3個人。個問題而家時分咧係過12點咧，係零舍特別恐怖。驚到飆屎啊！我係剩低一組數字，點都打埋佢啦。咁啊試下7個9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喂咪先，7個9咧，我驚。打9個9啊！係啊，有咁嘅可能性。啊咁呢組數字唔試。真係有可能咁嘅可能性。認真。嗱，就係因為涉及到有可能會打到去警方，我哋就唔試最後一組 number。但係而家我哋係臨尾個9個7呢個數字係打通咗，但我唔敢聽，我唔知聽咗之後會發生咩事啦。咁而家唔好打多次。我唔敢打多次，我真係唔敢。如果你哋想知係打通咗之後有咩人聽咧，你哋自己可以試下9個7呢個 number 嘅。過咗12點之後自己打啦。總之呢個都市傳說唔係，即係又唔可以話假，又唔可以話假嘅，但係起碼至少個 number 係通咗先。 7個9就唔好打啦，驚真係，因為有啲電話咧，佢攞你頭呢個 number 咧，
佢驚你打到999就唔係咯，我係拍呢條片嘅時候，我係冇諗住真係會打通，因為啲 number 全部都奇奇怪怪，啲數字。我係諗住淨係8個乜嗰啲先會打通，但係冇諗過8個乜嗰啲打唔通，反而9個7打得通。總之你哋想試下玩呢個都市傳說，其實又唔係好危險，你想玩就自己屋企試下玩下啦。總之條片就到呢度，如果中意就俾個 like、subscribe 同埋訂閱我哋啦。好，多謝晒。 share 記住，拜拜。拜拜。